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代妈妈。不知大家敢捌想过讲，咱三不五时就食会到的花壳啊、樱花虾，全世界敢若两个所在有，一个是日本，另外一个就是咱台湾。这款细只看起来真无味的虾啊，因过是无人咧食，即马变做是国宝虾。这中有发生什么代志？今日我来讲花壳啊。花壳啊是樱花虾的台语，至少伫东港遐因拢安尼讲。那按照分类来讲，伊是属于樱虾、樱花的樱。咱直接食到的花壳啊，我真正拢毋知影讲，敢若日本甲台湾才有。伫日本是伫静冈县西草甲迄个所在才掠会到花壳啊。伫台湾主要是东港到房山一带。也个另外一位就是宜兰首尔甲鼓山岛遐附近，嘛因为敢若遮的所在有，所以遮上济的国家，一个是日本，过来到台湾啊。也若加工过了，嘛会卖去香港甲中国。我要细汉的时阵，真接食会着板豆，食青草的时，迄当阵毋捌食过花壳啊。其实台湾海边本地都有，毋过是后来才知影讲即款虾嘛会当食，佮较早伫东港遐因掠鱼的人咧拖网仔的时阵，拢拖会着花壳啊。只不过是认为即款虾啊无价值，有当时拢摕有人去做饲料。到1980年代，日本因本身的产量变少，迄时生理人就四界去找看倒位阁有。到1988年，一个日本的教授佮来到台湾鉴定。才确定讲东港食的花壳啊，就是因咧食的樱虾。这伫日本是真贵的物件，所以东港遐的订单就收袂离。遐的渔民才开始有人专门去捕去掠花壳啊。毋过外销的市场拄开始的时，无啥管制，所以大出的时阵，逐个人拢走去掠，变做是量伤济销袂去。迄当阵冷冻的技术嘛无遐尼好，好起来虾啊品质歹，所以价销都无遐尼好啊。伫水产试验所的陈守仁陈博士，伊怎出来教大家安怎装伫箱仔，佫会当保存落来，嘛教人安怎用冷风落去牵锁。上重要的是，伊辅导遮的渔民甲业者都爱斗阵合作。伫1992年的时阵，成立共同生产运销的制度，这个产销班、产销班对后来东港的花壳啊市场的发展帮助真大。因遐为着要维持花壳啊这天然的资源，也嘛要维持伊的价销，所以因就开始规定限制会当掠的虾仔的数量，甲当时会使去掠。因先规定就要有牌、有申请的时阵啊，才会使去掠。伊嘛限制什么时阵才会使去掠，从逐冬的6月到10月，这个期间是花壳啊咧生长咧大只的时阵，拢袂使掠。平常时啊，若迄掠的时阵，也阁有周休2日，就是一礼拜有2天袂使去掠。逐只船啊，一摆若出去，上济敢若会使掠10箱，就是差不多150公斤重啊。也若超过遐规定的数量，加出来摕去拍卖，遐卖出去的钱，拢总就充公，就变做是产销班的基金。过来就是遐的虾啊，敢若会使伫东港拍卖市场伫遐卖。也若有人私底下去卖，也是讲袂当掠的时阵去偷掠，也是甲虾啊佮染挂化学的药品，安尼若掠着，就要罚袂少钱。而且检举的人还有奖金通领，也若拢互人罚袂惊，
上到尾，迄牌照就会互吊销去，袂使搁掠会壳啊。这本底是渔民家己定出来一寡约束，后来屏东政府嘛支持因，转变做是公家的规定。因为有咧控制会壳啊的价数甲数量，所以才为早期捌达甲一箱剩300块，变做一箱拢维持伫5-6千以上，价数加诚稳定。这套保护虾仔甲保护市场的制度，含日本人嘛拢来看来学。要去掠，也是掠转来要处理这的花壳啊，拢是真专业的学问。这款虾仔日时拢觅伫200-300公尺的海底，暗时才会游出来找食的，所以要掠到暗时啊出去。渔船啊，因拢有扎较济重的拖网啊，迄种网啊会甲大只鱼啊拢抬过，敢若老细只的虾仔。通常是天也未光的时阵，就爱出海落网。拖网啊拖差不多1-2点钟才回来。花壳啊真紧歹，因为足细只的，所以一掠起来就爱赶紧紧紧的倒冰角来保存，而且送去到东港拍卖场的时阵，迄个场地嘛拢会维持伫15度左右，遐个虾仔才袂歹去。地虾仔的时碗佮规定袂使放伫涂骹，来保持这虾仔的卫生。林冠宏伊的硕士论文有去访问当地的一寡渔民，因讲产销班拄成立了后，嘛拄着2摆真大的危机。头一摆是1998年左右，迄当阵来买的这盘商鱼贩啊，因嘛要趁钱，所以拍卖咧化价的时阵，因怎斗阵成功好，变做毋是公平公开咧化价。几遍了后，产销班就发现讲，因咧拍卖的时阵有人咧做手，怎请渔会就爱发公文，要求遐个贩啊，大家爱自由交关，公平来画价销。想袂到遐个贩啊，煞怎不爱买。渔民迄当阵对即件代志是真生气，因嘛决定怎无爱出海，无要搁去互花壳啊。产销班内底的成员是为着到底是要停工偌久来冤家，结果因无掠20外工了，遐个渔贩啊爱出货挡袂牢，才承认家己毋对，佮叫民意代表去协调，这互后来花壳的市场变稳定。无论是要买的人，伊的卖量要降价，也是摕出来卖的人。咧掠的人，因的量要调整，双方拢会先通知对方，安尼才袂有问题。这款生产者去抵制贩啊、盘商，也佫有成功的，毋是真接快。毋过这嘛互花壳的市场一直拢维持了袂歹。刷落来第二个危机是2001年，日本本身景气变较歹啊，佮加上因的花壳的产量。迄当有较济，甲台湾买的就减少。迄当时台湾会晓食花壳的人诚少，国内的市场也未开发，无人买，价销全为6000达甲1000外。为着要救这的花壳的价销，产销班怎决定要伫国内推销？毋过要买广告是伤贵，因怎配合？迄当阵乌网前有一个文化节的活动。因伫遐煮花壳啊，出来互大家试食。因阁去请渔会，去请迄当阵的馆长苏家全来食。毋过林冠宏伊去访问的对象特别有讲，迄当阵大家也无啥知影花壳啊安怎煮较好食，毋知影讲即款虾啊，若搁染盐会变足咸的，所以因摕出来现场的记者拢食袂了。毋过因为是电视转播，馆长一定爱讲好食，敢若馆长迄份有食了了。迄摆的宣传真成功，互台湾大家知影讲，日本人拢咧食花壳啊，即款物件真营养，花壳的价销才搁转来。当然，长期掠花壳啊，伊的产量也是会变少，所以产销班规定会当掠的数量嘛哪定哪少。一当台湾总共的产量为进前2000公吨，变做剩500外公吨。即马差不多8成也是出口去日本，剩的2成是伫国内市场卖。
花壳啊，这个产业甲市场会当稳定，甲东港的渔民因有法度斗阵合作，产销班因有真好的组织甲能力，拢有关系。这款有组织有能力的产销班，成员阁愿意斗阵，定出一套办法来解决因的问题，这毋是遮尔捷快。因为青的花壳啊，保存的时间诚短，这几冬加工做脆食面的花壳啊，是哪来哪济？有做咸饼，有淋伫鱼酥内底，也嘛有做甜的。这细细只的花壳啊，伊的蛋白质诚悬。而且阁有甲壳素甲虾红素，特别伊的钙嘛足侪，所以为煮咸的到煮甜的拢有人咧做。伫日本也有较高级的食法，有师傅会特别去掰壳，甲这虾的手甲骹拢捻掉。毋过这是真高级的料理，都爱去找才有，我嘛毋捌食过。今仔知影讲花壳啊，是干那台湾甲日本才有的海产。大家后摆若阁看到，也是食到花壳的时阵，毋知敢会较珍惜。今日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